废旧锂电池不要扔，给它绑到内六角扳手上。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和大家分享，这一集是坏了用不了的这个1860锂电池。这个内六角扳手，我们这样就是先找2股找带，给它穿入，先不要锁紧，就是给它先做一下固定，不要抓紧。2股的给它固定一下啊，就是先给它穿入。比如我们就是拧这个螺帽的时候，没有合适的这个活口扳手，我们用它就是移动这个电池，就可以用它来拧打擦，合适位置拧好，勒紧抓带，然后就可以用来擦这个螺帽，是不是方法简单又好用？看一下，非常的实用。大家遇到没有合适的扳手，可以这样制作一个用来擦螺丝。